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30。以赛亚书52章7节到10节。搬山过岭得宣告和平，传好消息的使者，因的脚仔那尔水，因宣告拯救，对锡安讲：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！听，恁的守望者得出大声，齐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上主倒转来锡安啦！荒废的耶路撒冷啊，就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安慰伊的百姓，伊已经救赎耶路撒冷。上主已经伫万国的眼前显出伊神圣的快乐，普天的人拢会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。以赛亚宣告，迄个拯救的要来，遐传播和平甲救主要来好消息的，因的脚遐是遐尔水，因伫遐宣告拯救的上帝要临在做王，所以人就伫遐欢喜出声来学乐，因为上主倒转来锡安做王，迄个已经趴远的耶路撒冷，会变做一个新的耶路撒冷。遐属主的百姓要受安慰，因为咱的主已经救赎了耶路撒冷。同款，伊嘛要救赎咱遮的每一个属伊的家人、查某囝，愿咱拢成做伊个传播好消息的使者，互人通看见上帝的拯救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